大家好，又到驚犬美食時間。而家好多朋友都中意食卷蛋，仲會特登北上買卷蛋食。其實香港都有好食嘅卷蛋，位置仲好方便添。佢就係位於旺角嘅開心餅店。不過大家要食就要上官網先訂購。我哋今日訂咗兩款卷蛋，第一款係開心果味嘅卷蛋，佢個卷蛋皮好鬆軟，入邊有好多開心果嘅忌廉，感覺好滑。開心果味好濃，而且佢仲有麻薯嘅口感煙韌，越食越想食。另一款係抹茶同焙茶，驚犬更加喜歡呢一款，因為呢款用茶嘅口味，感覺比較清新，絕對唔會有漏嘅感覺。佢有好香嘅茶味，兩款茶嘅配搭好平衡，同樣亦都配有麻薯，將卷蛋帶到另一個層次。中意食卷蛋嘅朋友一定唔可以錯過。驚犬誠意為大家介紹唔同地方嘅美食，希望大家支持，請大家訂閱、讚好同分享我哋嘅頻道，下次見。